两天上热的话题就是明仔总统立法院选举投票。即马听到大部分的人拢讲要登去故乡投票，百姓来做头家。不过，旅行社业者却是目屎吞巴来，心思啥人知？因为因讲投票日伤过晚新正年，一寡民众已经买飞行机票或者是车票，准备要登去投票，刷落来就无想要搁再开大笔钱出国。扣掉大选这段时间，其他的时间飞行机票，旅游业者落差不多1、2成。来到机场的入境大厅，可以发现到说呢，不少人都在等候接机。而根据桃园机场公司的最新资料显示，可以发现到说呢，光是在投票日的前一天，这个入境人次呢就有6.4万人次，而出国的旅客呢则是有4.5万人，光是呢出入境就相差了将近2万人次。入境的人数超过出国的人数，机场气氛足热烈咧。看到亲戚朋友出现，就赶紧会手烧照问。真侪人看咧回国，就是为着要伫个11号拜六等来投票。在国外的，包括日本的，都有回来。国民应尽的义务吧，选完才会出国。选情热扑扑，想要投票的民众真多，不过投票日正活过年，加上机票的钱、车钱已经开落啊，等去投票影响到民众出国旅游的计划，嘛正做旅行社的选机小话，不管是去现场问的，还是看网络的人数，拢减真多。比无选机的时阵，整体机票各旅游的产品业绩拢减超近2成。这1、2个礼拜特别明显，因为可能这礼拜就要选举了，所以在这1、2周的感觉会比较深一点。像讲这礼拜出团的旅客，较特别的是家庭旅游的较少，有人就滚酸笑讲是想要甲政治立场无同的父母送出国，可能会趁这个时候安排，就是让爸妈出国，还是要做一些手段。不过，就惊选举影响到旅游的市场，真侪旅行社为后礼拜开始，拢要杀短期的优待来吸人客，像讲去泰国5天，第2个人省6000块；韩国4天上少11888。为过年前开始出团，预估到春节连假业绩会比去年加超3成，要全力来拼买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